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恁中间有人甲别个信徒有纠纷，无伫信徒面前甲伊告，反倒对无信的人告伊。恁咸毋知，信徒要审判世间。既然恁要审判世间，咸袂晓解决小可代志。恁咸毋知，连天使咱都要审判。即世间日常的代志，搁较毋免讲。即款代志，恁减通交互无受教会尊重的外人处理。恁实在真见笑。恁中间减真正无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通判断信徒中间的是非。恁既然有信徒告信徒，甚至告到无信的人面前，其实恁相告，表示恁已经拢输啦。恁哪毋宁可受冤枉，哪毋宁可受克亏？恁颠倒冤枉人、克亏人，甚至对会内的兄弟姊妹嘛安尼做。咸毋知不义的人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，毋通骗家己。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做男娼的、好男色的、做贼的、贪心的、酒醉的、诽谤的、诈欺的，拢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恁中间有人以前是安尼，毋过恁已经洗清气，已经圣化归上帝，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通过咱的上帝的神，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有人讲，逐项代志我拢通做，毋过毋是逐项代志拢有利益。我嘛通讲，逐项代志我拢通做，毋过我无要互任何代志控制。有人讲，食物是为着腹肚，腹肚是为着食物，对。毋过即两项，上帝拢未甲因毁坏。身躯毋是为着淫乱，是为着服侍主。主会供给咱身躯的需要。上帝有互主对死搁活，伊嘛会用伊的大能力，互咱搁活。咸毋知恁的身躯是基督的肢体，安尼我减通将基督的肢体，互伊变做基督的肢体，绝对毋通。咸毋知，甲基督发生肉体关系，就是甲伊成做一体。因为圣经讲，两个人要成做一体，毋过甲主结合的人，就伫心灵甲伊成做一体。着拒绝淫乱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拢无影响家己的身躯。不过犯淫乱的是犯罪，害着家己的身躯。咸毋知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，即位圣神踮伫恁内面，是恁对上帝领受的。恁毋是属家己，是属上帝，因为恁是伊付出代价买来的，所以就用恁的身躯荣耀上帝。